有一個振奮人心嘅好消息，我哋中國最新研發出嚟嘅骨靈異膠水，讓整個人類有望徹底告別用鋼板鋼釘嚟治療骨折嘅鐵器時代，邁入生物黏合嘅精準醫療新紀元。人類同骨折嘅抗爭已經延續咗3000年，直到19世紀末，現代嘅骨科誕生，鋼板螺釘內固定術成為咗主流嘅方案。呢一套延續咗100年嘅技術體系，始終存在難以突破嘅枷鎖，就係針對粉碎性骨折，需要切開一個8到15厘米嘅創口，植入金屬內固定物嘅時候，可能會損傷周圍嘅神經血管。術後又需要臥床36個月，仲要喺1到2年之後需要2次手術嚟取出裏邊嘅鋼板器械。數據顯示，傳統手術患者併發症嘅發病率高達17%，因為呢個肌腱嘅黏連、鋼板鬆動等問題，往往令到傷者喺康復之後仍然殘留關節活動嘅障礙。呢種醫療困境，尤其喺老年人嘅群體特別明顯。我哋國家60歲以上嘅人群，脆性骨折發生率逐年攀升，好多嘅老人因為驚2次手術，寧願選擇保守治療，最終導致骨折畸形愈合，喪失咗獨立生活嘅能力。但係呢一切嘅問題喺骨靈異出嚟之後呢，將徹底咁樣被顛覆。因為佢重構咗骨治療嘅邏輯。2016年，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邵逸夫醫院90後嘅醫生林延峰團隊，模擬生蠔喺鹹潔嘅洋流裏邊分泌竹絲，將硬殼牢牢咁樣固定喺岩石表面嘅原理，研發出咗骨靈異膠水。呢個呈乳白色嘅凝膠狀嘅物質，喺手術顯微鏡嘅幫助底下，注入到骨折間隙之後2到3分鐘，即可以完成固化。48小時能夠讓骨骼嘅承受強度提升70%。2023年嘅首例臨床應用，72歲嘅婆婆因為跌倒導致腰骨遠端嘅粉碎性骨折，主治醫生通過3厘米嘅微創切口注入咗0.8毫升嘅骨靈異膠水，術後第2日就能夠完成自主食飯、着衫呢啲日常嘅動作。3個月複查嘅 X 光顯示骨架生長均勻，腕關節嘅活動能力恢復到手術前嘅92%嘅水平。呢項技術嘅應用唔單止完美咁樣解決咗傳統金屬內固定物需要2次取出嚟嘅世界級難題，仲幫助患者總體嘅醫療費用節省咗60%。更重要嘅係術後嘅康復週期，從平均6個月直接縮短到3個月。邊個都諗唔到，一個90後醫生帶領嘅平均年齡只有34歲嘅團隊，用10年嘅時間完成咗從基礎研究到臨床轉化嘅全過程。呢項技術打破咗歐美國家喺高端骨科材料領域嘅壟斷。我哋每年唔再需要依賴進口50億元嘅骨科內固定產品。骨靈異通過自主嘅創新，為國家構建咗完整嘅國產化產業鏈，從原材料到精密注射嘅器械，126個零部件，全部實現國產化。骨靈異唔單止係一項技術嘅突破，更係一個民族科技自立自強嘅道路上邊邁出堅定嘅步伐。我哋用中國人嘅智慧解決咗人類共同嘅健康難題。